续来看苗栗县长早起的政见发表会，5位候选人分2阶段讲政见。时代力量的宋国鼎甲国民党的谢福宏炮火拢真猛，2个人拢来批评张东锦的背景甲沙石仔的争议，嘛来批评民进党的市定争。伫联合大学叫学生莫批评政府的行为是真臭样。那张东锦甲市定争今仔日的发言是加加平和。特别注意的是，互国民党来开除党籍的张东锦，突然间强调家己是拿军的身份，讲伊若当选县长，一定会当恢复国民党籍。苗栗县长的选举早起是政见的发表会，5名候选人拢有出席。第一阶段，时代力量宋国鼎一开始就先批评民进党这个市定争，居然对学生说出一直骂自己的执政党是怎么样？我认为就是民主政治里面最坏的示范。那批评市定争行为真傲慢，宋国鼎嘛批评张东锦的沙石仔场的争议。再来，国民党的谢福宏一个上场嘛针对张东锦。他的两种誓言，一个废弃物呢是专门破坏我们的好山，一个是沙石呢专门破坏我们的好水。最近在国议题上一直针锋相对，张东锦甲市定争互相都无什么针对性。深深的跟我们的联大的学生们来致歉。那当然，因为我的情绪稍微激动了一点。市定争第2轮，先甲联合大学学生会议室内所来继续讲政见。张东锦向强调，伊本身是拿军，佮讲到和国民党开除党籍的问题。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获得胜选，尤其如果我能够赢得县长的选举，一定可以赢回我国民党的身份。我自己是一个蓝营的大兵。若要争取国民党支持者认同，张东锦2轮的政见发表嘛无讲到市定争，而是针对总统蔡英文批评伊和人民食来去多巴胺的地方，要表明县市首长应该有的态度。